来吧，米兰妈妈啊，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摁呢。好，你摁吧。来，咱们一起见证一下啊。哎呀，好像不错呀，好像还有意外的收获。看没看见？还进了点小碎花啊，而且是活花，晕染开的小活花。我去了，这绝对是点睛之笔了。看没看见？手镯这一片啊，指定是稳了，肉质、底妆、水头都很好啊，米兰妈妈呀。这是意外的收获，意外的收获啊！看看2条手镯也是稳稳的啦，来吧，2个女儿的手镯指定是稳稳的取了啊。然后其他的呢，给你做点牌子挂件吧，跟孩子一起同根同源，这样的寓意非常好。而且你戴过之后的东西再给孩子留着，那就是更是能体现这份情感的传承了。我确定好题材再给你定，好吧，强哥，来吧，米兰妈妈回家确定题材，恭喜啦，大奖，走。盼望你沒有為我又再度暗中淌淚，我不想留低你的心空虛，盼望你別再讓我再背負太深的罪，我的心如水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